妹了。侬自家跌跌清清的妹子，他已经是自家设计的圈套，让朱红才糟蹋子真正。当然，眼睛门前自家也可以成为朱红才所离不开的喽啰子。单地做子商量性的事体，再加上自家身体嘛发黑，总归觉着心口头有块那个石头敲下来着啊！本来根本不敢去面对妹子，单地心里虚摇摇的呀。一切侪交拨了个地下人阿伯难去服侍吧。不晓得今朝个阿伯对打起冲冲的来嘛？哎呦喂，说董小姐乖乖龙地洞不好了，是哪了？哎呦，是李小姐醒过来过后啊，大吵大闹，窗门浪向个玻璃嘛还打碎脱了。那么这个送进去个小蚊的嘛，统统打飞脱了。上浪向个被单嘛被擦脱了。哎，现在房间里向风都是抖得嘞，不得你个鸟！李小姐面孔血血红，好像是发寒你嘞。好。哦哟，那么的真的记着，反正个龙地上毛病出来太回不去。那么再说，实干着呢，再不去口里嘛，我师傅过不去这呀，去吧。说大这个屋顶马正下头来，一路走么个阿伯为了让关家的，哎，说杜小姐，侬爱些的哦，帮着李小姐，侬真的起来当心哦。哎，个李小姐今朝像发疯一样，不晓得阿会动手打人嘞。哟，我本来吓了嘿呀，不是讲得了，讲之后嘛，零零走了，说一步马正火的了上来，那么真正的喊了，昨日总在得手出现了房间里，对自家非礼，为此也保全自家的清白，用尽所有办法。一个受伤的姑娘，做出自超乎寻常的反抗，一度让总在缩水付出。可惜了关键辰光，人跌了地上，后来上了上脚了，昏子过去。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家困了上浪，头像裂开来似的痛，衣衫褴褛，浑身酸痛。但发生的一切已经清爽了，明白了。周红才，我绝不会放过你这个情绪。我也只该周家讲，那个男人不是没事，但是街上门随便哪开不开，心里想后，那个凳子忙正窗布浪向看上去，玻璃碎得一地，拼命的喊，拼命的叫，但是深陷水府，也是该打个人在死光着，介绍想得该个了，心里想一惊，哎呀，阿伟的家出啥事体干？因为昨日医生讲过，随口经在压力，阿伟的家写的该桩事体，气得了毛病搞松着。想着家更加觉着总在杀不可耻。但是阿爸进来送饭店，门里总在个去向，门里家的情况，介绍一门三不知，自家一出去好不理了了，而且速度相当快，哪个门关上，心里像是气呀。现在真正这个让浑身发烫，但是心里发出来个辣，再也不愿意困在这张肮脏的床上去，所以就在沙发里昏昏沉沉似睡似醒。嘎，门开着，啪，又关上去。公梅路进来了，舒舒适适的让移进来，小弟心里想到底虚个呀，阿爸刚吃湿个呀，想来妹子反真的发疯是看见我会动手动脚，但是大胆里向一看，啊，因为虽然房间里向现在满地狼藉，但是只看见妹子的人，三个像一只随之惊吓的山一样，就那个沙发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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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身在那发抖，心里向一直难过。李娜为啥个？是我害得你这个的呀！晓得个看得出，你不会动手动脚，是回过头来对阿爸妈妈应是你出去吧。阿爸推他外去，门神就打里打上，老走过来，带妹子个半边拉了肩膀上啪啪。
珍珍啊，珍珍啊，珍珍还像一只惊弓之鸟，辣浪迷迷糊糊的辰光，像是有人辣浪推自家。结束心里向已经人已经走起来，中山，中山！不是中山，是家家过美了。搿个辰光，还想看见只亲人，真想扑在家家身上大哭一场，但是马上发现不对。只看见露露，头发一点也不凌乱，面孔浪向花孩子编织性的浓妆，身浪向紫红的额头兜面，紫红的额头面孔，紫红的水花孩子，真是高高凌凌。天昨日困了床上，抖抖嗦嗦讲，谁看今朝夜里的露露，菩萨良心。昨日谁是你？不让我困了你的房间，谁是你？身边的对我说，只怕中山回转来不方便，谁是你？叫阿爸拿我领到搿只房间里。中山轻口讲，难家家不答应我过来嘛。明白了，一切侪明白了。谁是自家的亲家家拿我推进至情绪的红口里呀？你谁是讲恶狠狠毁他亲妹妹的一生？为啥？你为啥？等一个人从沙发浪向拾起来，面对露露，两道目光闪过两把灯，盯了露露，来让看。搿妹了从来分看见个妹子有啥样凶狠的眼神，不离一吓得了呀！人会得不以自知，往前后退，倒退一步，真正往前一步，露露再退一步，真正再往前一步，拉起身来！哎呦，晓得不灵光，一切上我走了，眼睛再退没不灵神，一家去到了钢琴地上向的小文灯老家里向，一话没人往前后头，真正的本意是一上去看了一记耳光，但是看见露露身体一娘，出于本能飞而努力，举起个心，哎呦！露露望两望，总算立了。姐妹两高头，你对我看，我对你望。此时此刻，双手紧握，四目相对，眼光当中爱恨情仇，地势来明，四目相对，四目相对，默不声，默不声。非冲
去下雨冬。
来日雨下，默默不声，是苦是爱是恨，看来真正完全沉浸了凄美深情之中。但是搿种与世兼容的感觉，只是一刹那。一腔怒火从心底受上来，满腹仇恨，侬搿个一丝丝随心杀得精光。但是侬落望着沙发浪向一滩狗尾路，我想不到，侬是一个对侬龌龊的女人，侬这个龌龊的男人，不要面孔，你得了外头心花纹流，侬拿伊没办法。但是侬为啥要拿我搭进去呀？侬对得起死脱的爸爸伐？对得起含辛茹苦的妈妈伐？对得起对对亲亲的妹妹伐？侬对得起自家良心伐？一讲一气，一讲一拉起来，唱来伐？哎呀，搿来分宝贝，一记耳光看到了狗尾路，只觉得眼睛没得金疮印石崩的。分享的那真正落水会得这样送。你是我爹亲的妹子啊！你真在活到了搿只世界，可怜他现在那么有神，好像是了什么一个凡人哈？还是我狗尾路吃子这样对你说口对，我得比之凡人啊！而你看我培养成人的小姑娘，你得今朝成功为炼狱啊！心里像个火一如那样抽上来，水一场掠起来，两只眼睛一如盯来自己脑壳。狗妹子，侬有啥个资格来判我的错啊？侬不要忘记，那从小可以读书，可以上学，可以做上等人，那靠个啥啊？还不是靠我过马路下钱，靠我大佬，靠我出去卖身换得来的。凭啥侬要做炼狱，我要去做妇女呢？为啥？为啥？因为当初要不是我出去赚钞票，侬只好出去讨饭，侬只好做佣人，做下头去做瘪三。侬到现在辰光，为啥个自家来骂我啊？个错！我晓得，侬为了我哩牺牲了自家，我记了心里，我感激侬姐姐。我晓得今朝所有的一切，侪是侬姐姐牺牲换得来的。但是侬为啥要害我啊？要让人家糟蹋我？我啥地方得罪侬？侬要跟人家报复我啊？哥哥，这句闲话难回答着。我为啥要报复你啊？或许就是因为你真正清纯、漂亮、圣洁，而这个一切，侪是靠我的牺牲换得来的。或许我的内心深处还有想让你真正尝一尝我狗尾路多年来所报偿的滋味，但是不得万不得已，我绝不会跨出这样一步的。想到街上谁好像自家的人，我真的到了地上，总在搿只脚到了自家胸口浪向，我气都推不住，自家的血辣肩胛边浪向，要过下来，搿种情景不堪回首。刚强还是怒吼中人，但是现在呢，一然让搿人啊像推脱着的。推到那个沙发里，眼瞪瞪，眼瞪瞪，像说是让自言自语。
我报复侬。是呀，我出卖了自家的青春，换来了钞票，拿侬养得能漂漂亮亮的，生得比我漂亮，人家看不上我，看上侬了。赵红山对着宋生已经几次再三跟我讲，要想拿侬讨进作家来，我哪能会得肯呢？我哪能会得害自家的妹妹呢？伊休想！拖拖拉拉几年过脱了，唉，我自家现在有毛病了，养不出小囡了，人家发威了，动手打人了，恨不得我马上就死了。我一个老邻居，我又好哪能呢？侬晓得伐？人家要拿我卖到四马路去做妓女，去做妓女。做了妇女还不够，我要去做妓女。侬这个烈女，侬这个烈女，侬尝过做妓女的味道吗？真正慌手大我，原来赵红山嫌侬家家没得几有去了，真个侬阿家没得几有，不是叶子里的命吗？自家的儿孙，连吃子都伤口，睡子都受委屈。已经活得了500人家500整年了，该桩事体我也恨的不是够美了，是赵红山，你欺负着我，欺瞒着我家家，所以眼睛的沙发里向一坐，我家家一把家家，我晓得了呀。姐妹俩高头抱头痛哭，你每次的举动让露露觉着心里向哈狗子结棍，但是高美露的心思不能真正这样对人。既然我们就用到这个姐妹，既然你现在已经是赵红山的人了，既然你已经晓得我阿家的难处了，那么我就要利用你当我的姊妹之情来打动你，而达到我的目的。是不是克制一些眼皮靠一靠？妹妹啊，姐姐，现在是医生是木医生走，姐姐对不起侬啊！但是现在尸体也已经出了。侬就看了姐姐面浪，再答应子吧，啊，整整1领，答应啥？只要侬肯答应，嫁不总裁，侬放心啊，姐姐绝对不会让侬受委屈，叫侬做小的，侬放心好了，大老婆养活侬好了，我哪怕做小，哪怕去做下头，只要不到四马路去打妓女，我啊。心满意足了哈！真正听我这一番闲话，搿点火得一了浪抽起来着。想想够美了啊，够美了，你太硬不住气了。自家谁知自家的儿孙个口，为侬亲妹妹推进后看呀！你说对不离好骗子心了海着，姐姐。侬搿点儿孙受个苦还不够啊！要我去嫁拨伊？姐姐，侬放我出去，我一定要拿伊绳之以法，我也不让侬再受苦。手回来起来，往这外头一追啊！哎，露露，哎呀，这个啦，搿个哪还放在追呢？放好关山，搿是不得了个。手眼睛过来，拉到鼻巴浪向，扎一巴掌了。姐姐，真正搿手一狠啊！侬
哪头了啊？侬为啥介不死军啊？没用上了呀，人家不要侬了呀！我现在已经是中山的人了呀！侬为是做了此地要做太太，侬可留下来风风光光结婚，大摇大摆出去，多少有面子啦！快你讲得出这样粗心粗肺的闲话，是啊！我不是一个清白的姑娘，是啊！作兴世君真的也当我分手，但是哪怕我死，我也绝不会告不你。姐姐啊，侬死了这条心吧，我就算死，也不会告不中山。砰！关门割刀会落手。哦哟，他回头的咯咯咧咧了海话，搿么道理做你的？哼！可是今朝我还要娘来死这个条性格，面孔一白。妹妹啊，搿么我告诉侬，倘使侬不肯做此地的做太太，侬就不要想踏出第三门，我偏要出去，还要望着外头追啊！哎，露露是眼睛拉拉子里发放的，但是自家身体不灵的，搿没力大的，哪是眼睛结结的？阿婆，侬何时来呀？阿婆，哎，我来了！阿爸来在听见里向声音，晓得大山家弄不弄个是问。那么眼睛冲到房间里，你是聪明的，高举高眼过来求相骂的。哎呦喂，李小姐，侬不要对人家样子呀！还是有啥个事体嘛，好好就好讲的呀！一米高嘛，过来努力，当来要一个真正一相比，已经来不及了。不就是讲搿来嘛，阿爸个力气就我懂得了，哪还讲得过理哟？你讲不过是吃真哈，搿美容眼睛回到房间外头，阿爸呢，用足力量，真正个人往这沙发里向一撑，手不住起来，一手奔到外头，拿手房门，砰！哐！睁着眼睛冲过来，高美龙，侬放我出去呀！那是门外锁脱不把那大水在，阴阳怪气。唉，好了，妹妹啊，不要吵了啊，伤身体的。马上就要结婚了，好好叫困，好好叫吃，养养好。就等了此地，好好叫的，享福吧。是我大这个阿伯像一阵风着干，醉了着，露露醉了，门反锁了，我出去难飞了，哪办？心里向有一个念头，已经搞不开。为啥丁丁欢喜我跟妈不来追我，不来看我？介绍一个人不来着，对里问家里我人真归得了地了，慢慢就飘起来了，眼睛蒙上一幅一幅的画面，三个像放电影似的，婚姻。飞风吹得绿丝飞，登上他的肩膀。
西拉比世君老相东，真正头忙西，结得个身家，我们不分离，绝不与你两分离，绝不与你两分离。四句也想黑，谁比哪黑不出去？呀，想啥与人了让见自家，啥人家？李小姐，哎呦，龙醒过来了，哎呦，真把龙吓死他灵嘞！李小姐，龙醒醒哎！这个声音非常有，三个像风里想飘过来，越来越近了。啥人家？眼睛慢慢就张开来一看，我了老大，像我那个媳妇。不是，我了从这个问题，那里在他跟我个地方，一个人眼睛从上浪向升起来，鼻头肉子已经窝着，出光闪闪。沙发浪向坐海一个人，是阿伯，辣浪接绒线，嘴里向不断的辣浪接女三角。阿伯，我哪能了？阿伯现在看见那女三角伸出来是，哦哟，开心啊！大三角见我，一直过喊那女三角的，而且对我观察还讲，那家是不是的汉们有伤，他是不是的不汉，让女三角动气啊，伤心欢呼出眼里，当心我不客气。你看看，哎呀，妈们家，搿车子搿种头名事体嘛。开心中也不记得了海话，可么哪办法呢？你是大三角，我是山东角了，也不按不够理解。做个白定中举一点，随便啥个我生来你不错的。你女三角是啥我不是懂，你是花我不是有，后天中我不错怪。可是来新州来，李小姐，阿伯，龙进州来啦！哎呦，龙真的吓死他灵嘞！龙是噶不晓得。龙已经快了3年3夜嘞！哎呦，发寒呢，刚火。妈哪能不来个了？我几日天不回去，你要担心的呀。哎是呀，哪能不来嘛？搿要问龙小姐的呀。家家不许你来啊！不是个，肯定是露不许妈来。想想那个心肠实刚狠个家。不过现在做年代，我盯盯眼睛。只要让世君晓得我了该打，我也小心不离，让你来救我。哪怕你已经带着南京好不眼睛，我可以既不所谓，让你走个不世君，你到两高头搁起来想办法，肯定可以弄我救出去。哪怕出去之过后，不能再搞不世君，至少我可以脱离虎口。对，眼睛们是可以帮我的。至于阿伯，所以已经下上，辣浪沙发上，见阿伯两高头平抱平坐的。阿伯，哎，李小姐，侬搭啥人就用先生了？啊，搭我妈妈呀，我妈妈嘛也怕冷的喏，那么天要冷下来嘞，我等伊喏，这点稍微差不多个东西，好稍微暖一点。侬妈好福气，有侬这能一个囡儿。哎呀。李小姐，我晓得个，侬还是孝顺囡呀，侬对老太太是多少好的嘞。阿伯，哎，我想妈了。是个呀，三娘家子吃这个重头名事体嘛，哪会想娘呢？好的，哎，对个呀，是个呀，这位哪能不想呢？对吧？阿伯，哎，我有男朋友，侬是晓得个是吧？哦，我晓得个，就是搿个沈先生呀，我上看见过个。哎呦，搿沈先生倒真个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哎呦，搿是不像搿搭个
夫妻讲搿只中伤来哦，阿拉是要结婚的呀。那倒真的，天上一对，地成一双。但是现在，我真正出了迭种事体，没面孔再讲拨伊了。是呀，不好再讲拨伊了。阿宝，是侬拿我领到搿只房间里来，是吧？伊西瓜搿个闲话勿对哇，面孔红起来的。夫人，你小姐弄迭个闲话，不是我勿会怪侬的。阿宝，辣上午里的辰光，阿拉没要好的，是吧？是个，你小姐，我晓得个，龙一直对我好的，当自家人一样的，我晓得个。阿宝，侬晓得我出了迭种事体，没面孔再嫁拨世君了。叫伊不要等我了呀！是呀，叫伊人家不要等侬。啥人去告诉伊呢？是呀，没得人去告诉伊呀。所以阿宝，我想打妈写封信，让伊告诉世君，我今生今世不会嫁拨伊了，叫伊不要等我了。搿倒对个，搿种事体嘛，只有老太太好去搭伊讲。阿宝，所以侬可以帮我一个忙吧？倪小姐，侬哪能讲搿种闲话个啦？侬是倪小姐呀，侬是大小姐个妹妹呀。姐夫能讲起去，拿理下来，作些随时一搭个太太呀。啥是伐啦？侬有啥个事体，侬尽管讲好唻。侬要吃点啥个小菜，我带侬去烧；或者要吃点啥个点心，我带侬去买。随便侬要看看书，听听无线电，只要不是要我放侬出去，我侪肯答应个。我哪能可能叫侬放我出去啦？可是最好唻。搿么啥个事体？阿宝，侬带我准备一支笔，几张信纸，一只信卡。我带妈写封信，侬带我寄出去。阿宝，侬帮帮我，我一定不会忘记侬的。阿宝，阿伯听到搿浪子吓得了跳起来似的。哎哟，搿是想我也懂进去个。昨日的我也不是自个，我咋晓得内心浪向带侬个小弟小姐啊？非带侬个一封信写到警察局，哪是完结个嘞？留下来是我不得辣盖搭作假，为于饭吃个啦。他们撇起身来。让我把事情记，得了太太跟谁去通个风，是归送大我斯坦里，我们四人相会夫人公。举身来到了上海头，不破吃口我牛弹弓，这位家中出国中，还容易来到了做公公，写东西要个生活不是从红。工地我几家中也将后看是手轻松，我是董小姐的跟前磨皮来拍，一时西我不懂，一心里想开心，手里想就松。我相同的竟然还落水中，是非三开里是
红两声一恨走吧兄，他是在8年内你写家都写家写的也弄起错，是我吃的不啊背不动，就是这个把那东西叫写的个数字味道烈的个了，那么还在哎呦喂扑浪汤我个废物的谁是也龙搿是记不来噻，搿个忙花不落呀，写得进去实在都不够。搿桩事说来话去嘛，当时光是大三角，是拨我1.9个钞票，我自家发汗，心一动，我是良心做主帮凶。那现在事体也经吃个是呀，我趟时再帮你，都是一次中人，不离到夫妻间的，搿是不是哭脱饭碗个事体，弄得发汗，我的性命也抽脱讲了嘿，哦哟，搿是不来不来不来。哎呀，你就讲，不是弄这个闲话弄成个弄哪能讲得出来的呢？是吧？不是弄这个事体弄想了，大小姐一比起弄也晓得个，假使不了伊晓得，我这个饭碗头哪能保得牢嘞？那我讲不牢听哦，我上头还有一个妈妈，我下头还有2个弟弟，3个妹妹，是吧？我不好让伊拉大家侪去吃西北风的呀！侬讲对不啦？这个对不起哦。哎，我听人露过听声，今在帮我做搿桩事体，日是也蛮风险的，不还是谁对不肯答应？搿么那哈得，我身无分文那哈得？我在手上写搿只稿子，搿只稿子是我搭世君的订婚稿，想不着今在一努力来贿赂阿伯。阿宝，你小姐，我晓得做搿桩事体有没风险的，我也晓得我没啥报答侬，只有迭只戒指啊，搿只红宝石戒指是我搭世君的订婚戒，虽然不是啥钞票，但是辣我心里向是无价之宝，我现在就送拨侬。哦，不是，侬是买的，是送人，由侬处理，将来再要我出去了，我肯定另外再加手机，我不会忘记侬的。阿宝，侬帮帮我，阿宝，我这个阿宝，这个倘使侬不帮我，我只有弃侬一条了呀！哦哟，一听搿是不来怪，搿再不帮你是看上去也寻死了，我说哇，搿是有性命进去了，刚刚别结果的还是拿来吧，所以一定打搿只钢去再到自家手里向。哦哟，你带一口啥个复杂2个铜钿，阿爸是从来分打过搿种水噻，拿到手里向，觉着心里向总归有点好好抽开。你小姐，侬晓得个对吧？我这个人我不是贪铜钿的人是吧？那侬我们侬也晓得个，我上怕大小姐晓得子嘛，这个我饭碗头保不牢。这个我晓得，我今朝搿只戒指不拿来，侬心里向心不定的，搿么证明哦，搿只戒指我收下来。哎，等到我啥辰光妈妈来个辰光，我交拨伊叫伊带回去好了。哦，你小姐。侬定心哦，我带侬去准备纸头，还有这个笔是吧？还有信号，我侪晓得了。不过我跟侬讲哦，侬千万不能让大小姐晓得个。真正好像看见子一丝阳光，阿宝，谢谢侬，我一定不会忘记侬的。哎呀，李小姐，人心嘛侪是要做的呀，是不啦？我还是做男的，哪能会得不想娘呢？是吧？侬定心哦。不过我跟侬讲哦，侬千万不能让大小姐晓得个哦。阿爸收下来搿只红白石戒指，搿么到底阿里阿帮忙呢？也请听下一回。